哇！啲市場行吼，真見好，所有嘅長菜果子，看起來全就像將摘下來咁樣呢。哎呦，大家都按期呢，吼，東南托吼，亞托雞托，唔對托大家真好。看來吼，阿妹啲嘅買菜嘅時節，要當注意到，營養要平衡。做唔得單槍生肉，咩做唔得單槍是一種長菜聽聽吼。平常時料理嘅下要注意到，要有很多嘅變化。唔可以吼，真唔係說根本又係說咁樣嘅東西，說都會內改吼。韓國啊，假使按呢見變化過後咧，又有新嘅料理出現，大家就做得進步自家嘅煮食嘅能力。接下來看一下家下嘅對話地圖有哪啲客話嚟分享俾大家咧。第一，拍菜、拍菜、小白菜、小白菜、拍菜根本嘢買當好。拍菜根本嘢買當好，來聽下南市演講。拍菜嘅根本嘢買該好，拍菜嘅根本嘢買該好。小白菜今天賣很好，小白菜今天賣很好。下擺搶菜，搶菜。蔬菜，蔬菜，當道行嘅搶菜，當道行嘅搶菜，來聽下南市演講。該道行嘅搶菜，該道行嘅搶菜。很多種類的蔬菜，很多種類的蔬菜。下擺一紮，一紮，一把，一把。黃菜一紮20幾元，黃菜一紮20幾元。咪做嘢講，黃菜一紮20條，黃菜一紮20條。空心菜一把20元，空心菜一把20元。蒜頭，蒜頭，蒜頭，蒜頭。炒菜不用蒜頭，味是一定好。炒菜不用蒜頭，味是一定好。炒菜放蒜頭，味道非常好。炒菜放蒜頭，味道非常好。好，一條詞彙牢記嘅學習過後咧，大家會發現呢，其實上下去昂街啊，上下去市場流流啊，咩一定好呢？其實我當下去市場也去路巷啊去買東西，特別去老攤嘅交通家下，老頭家老交關嘅家下，會發現到，頭家有當到自家扛起來，單張本嘅度，接上來嘅人客嘅東西咧，接上會發現到，飲到便宜啊，冇大家做去，只會飲到遲嘅東西，有啲像係有啲東西雖然我自家當唔好啦，當唔好食，像係苦瓜，我真係。唔好食苦瓜呢，當苦。唔過要知道佢當康健，故數咧，行去會買，行去會做苦瓜料理，可能一整日100就做得咧，就當來嚇。唔過唔知大家會當好食搶菜冇啊？還係講唔平常時完全唔好食搶菜？留大家聽下來分享一下好冇啊？